标好，直接就跳好，把实际直接就跳过去。啊，多少钱？就好。这是打六教程，打四教程，打三教四打五教。对，对，这时候咱们是打四个就。不是你一会儿拿六教可以打四个，拿那个7个哪个教可以打起来？依然应该是后，就不是后你咋不行？这正常一个高杆，就是高杆打不进去的。对呀，那你不出。就黑八场。